现在大家上关心就是疫情的状况，议员柯林总一顺就先针对防疫的民生物资，呼吁启动医疗用品到冲销。对第2级升到第3级境界以后，一天的生活权，包括学校、劳工、社区如何应对专问题，要求市长超前部署。同时，秀出网络苦诉多片，疫情的特效药就是不准出去耍。想要到市长嘛，切开回应。强调，一旦本土确诊增加，第一个停业就是5日丢数。我们都说室外是500，室内100人呐、没错，这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。你还是要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。如果要超前的话，因为室外还可以要求他们采取棉花座。好，室外就是要求棉花座就对了。议员除了关心疫情，嘛因为担市要申办专运会，在适应的场馆拢提出来征收维护。其中因为台南无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游泳池，佮爱向城大借场地，互议员认为相当闹亏，所以提出当初以比赛规格所设计林德游泳池，已经拍远7档拢无使用，相当无彩。嘛向市长献上民进党驻青党员蔡仁奎顶前，要求征收外花。人的游泳池没有办法恢复，是因为它很难经营，经营的时候没有办法赚钱。但是时代在改变，较早健身房对不对？咱若早期上市长到年会差不多，咱若早期迄健身房开开到要拢倒。今摆健身房是一间开过一间过一间，所以迄也当改变。所以这整个的逻辑思考应该重新做调整。市长，你认为呢？很多事情过去觉得不好推的，尤其先行者总是寂寞的。但是您刚刚讲这健身的概念，现在已经普遍化了。所以针对仁德游泳池的部分，我们会去审慎评估。不过日前我们在仁德做一个施政的一个报告的部分，我想许议员你有来，我们在仁德真的是投入蛮多的这个资源。那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，在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到，我们承诺要做，但是还没有做到的时候，前辈的信就已经来了哈，所以我们会努力来解决。看来议员的请兵，直接和市府重视游泳场馆的活化，赶紧来争取重建经费。台南新闻顾问及张硕维采访报道。